好，好，大家搞早哈，咱开始。1654年7月25拜六，有清爽的微风对南方吹来，好天。今仔日迄只要派去普拉达岛、东沙岛的篷船来靠栈桥，准备出航暑期。迄只名港船又搁对港外载荷入港。迄只高尔祖船 Formosa 号也载护照入港。7月26礼拜日，游玩好天气，微风对南方吹来。约落伫咧上午9点，阮看见伫南岸迄只威南号无命令就起定升篷离开咯。因为还阁有荷尔必须爱落吼，所以等于是无命令伊走，伊就家己走吼。因此，长官阁下命令，伫咧即个城堡顶面用大炮、鸣炮2响，并且做信号，命令该船转来遮趴定停船。今仔日敬拜上帝日子，迄只高尔祖号所落来即个护照，以便要开始准备要出航的时机吼。甲载即个护照落来吼。7月27拜一，恬静无风的天气，即个港岛应真滚架吼，伊是摇滚吼，波浪摇滚吼。今仔日无用咧准备迄寡要航往普拉达岛的船的代志哦。过会记吼，昨昏咱有讲即个普拉达岛遮个一个海难的即故事吼，所以伊嘛准备要救人啦吼。所以因准备今仔日无用要准备要航往普拉达岛的即个船的代志，并且装运粮食吼。普拉塔是 Prata 吼，我是惯势拢读西班牙语吼。普拉达吼，普拉达岛，就若敢若白话字的发音差不多啦吼。普拉达，阮写一张简岛的批吼，派迄只领港船送出港外，去互迄只威南号。但是该领港船伫咧即个港岛煞搁坐底吼，因暗要送去布拉达岛的即个物件签署并且封闭起来。有7只篷船对平湖来到遮，坐35个人拢无载荷；也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3个查甫。再有38担盐、6捆的粗纸、58个铁花、4包薰草。3队呢有1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另外有1只前往南方坐27个查甫，载去1500斤的糖水、60袋的米、3罐的阿拉酒。OK， 7月28拜二。今仔早起要航往布拉达岛的迄只篷船和加入号的主管来告示，这2只船趁着好天用篷启停，迄只加入号顺利出港咯。但是迄只食水较深的篷船却意外来坐底，今仔日就潜遐吼。迄只加入船为着要和另外迄只同行所以伫港外停泊停候。7月29上午，迄只篷船趁着海水淹起来吼，所以浮起来出港。迄2只船就趁着凉爽的西风奉上帝名，求伊带领阮去拯救迄寡可怜的人，转来平安转来，继续因航往布拉达之旅的旅行啦吼。
要暗嘛，阮如果看见一只船对南方即边起来吼，阮随派水手长 Louiswinkle 和领港员 Sic Peters 坐舢板去该船遐。暗时啊，迄只船就来岸边来停泊咯。7月30，即只船应该有啥物代志？咱来看吼。拜四早起，水手长 Louiswinkle 和领港员 Sic Peters 对港外坐迄只舢板转来登陆。因报告讲，昨暗到位的迄只船是快艇塔罗岸号。是顶个月22号，该动大船 Vrede 号和加注船 Swartvoss 号对巴达比亚出发航来遮。迄只加注船也已经到位，但是迄只 Vrede 号伫咧巴达比亚附近发生一寡小问题，因此是有一只落后绕高伫后壁吼。要来接替 Albert Hoogland 阁下担任 Formosa 的地方官的商务员 Frederick Shadow 先生，坐该快艇到遮咯。美方对东北方出来，要暗嘛迄只高入船 Swartvoss 号来遮入港。今仔日阮收到巴达比亚因阁下交互即寡船所送来一张批吼。所送来一般书信吼，一般的批啦吼，简略摘录其中内容如下。所以今仔日即个记载较长一丝啦吼，一丝啦尔啦，毋是介长。哦，内容是安尼，因阁下看见现在是即个季节吼，开始适合派遣第二帮运货船来遮了后。就派遣几国的大船 Vrede 号、快艇 Tajoan 号和加入船 Swartvoss 号载着正价是124572毫吨的货物前来遮。对即战事会当看出，讲因阁下对即只因阁下拢是应该是指迄个印尼遐迄个巴达比亚总督吼。因阁下对载荷来台湾是如何的关心吼？我前几工有看一段影片吼，小解讲，即个巴达比亚迄个岛叫啥 Java 吼 ，Java 岛，伊是全世界人口上密的一粒岛吼，就是全印尼的人口足侪拢集中伫遐啦吼。内容我袂记啊，有兴趣你再家己看吼。好，咱继续看咧吼。对即战事会当看出讲，巴达比亚总督阁下对载荷来台湾是偌尔啊关心吼。伫即寡货物当中，也有35桶毋知啥物物件空白吼，要用来方便即个共和国，毋知要方便啥吼？因为还阁欠缺适应的避雷船派来遮，为了即逝航行吼，巴达比亚总督阁下被逼不得不派用，伊遮拢写因阁下他们阁下，你是我今仔读出来，大家毋知啥，我就直接读即个印尼总督吼，阁下被逼不得不派用即只大船 Vrede 号。因命令该船吼就是命令 Vrede 号对遐直接航往澎湖，毋通经由台湾吼，以免遭遇着各种灾难。袂使嘛袂当调换该船来台湾，但是爱踮咧澎湖落号甲装号。为此，因阁下认为讲快艇他州岸号真适合来回航行，装卸货物，装卸货物吼，这什么意思？是装还是卸？还是有装有装货嘛有落货，安尼就对了吼。此外，雇用是那生理人用因的篷船来搬运商品，也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安尼毋但会当避免该大船伫海上来回航行的危险，也会当省足侪时间，并且减少耗能的损失。总是迄只大船必须要伫咧10月中上班，也爱踮咧10月25号爱航离澎湖，再腾前往巴达比亚，以便赶上今年返回荷兰的即个旅行。迄只塔丘岸号也会当踮咧适当的时机，搁再用来派去东京，要派去该国的时间，基本上是伫咧今年4月5日结束了后。迄只因阁下，迄只迄个印尼总督阁下伫咧前一张批呢，答应要送来遮的甲子船 Good Hope 啦吼。这伊是写 GOEDE 吼 HOOPE 吼，我咧用的是英语的即个 Good Hope。好 ，Good Hope，迄只印尼总督阁下伫咧前一张批答应要送来遮的即个甲子船 Good Hope， 因为无对安稳地区送去巴达比亚，所以阮必须要用进前来遮的小船设法来解决问题。如同现在已经来到遮的甲子船 Swartwas 号，过无偌久，比雷船坎变号甲贝利根号也要跟倒即寡船航来遮，然后是毋是爱搁派几只船最后一帮船来遮，是还未决定。毋过会当望讲会当对规个所在调船转来遮，来供应台湾需求的全部商品。为了要增强福尔摩沙的驻军，又搁派80个士兵来互阮，和顶一回的船送来的人数相像。以后是毋是会搁派搁较侪士兵来？爱以后才知。甲公司主管文准坐公司的船只去印度沿海的胡可证送来处地。即种胡可证已经侪摆送来遮了吼。按照顶面所讲的，即个印尼总督阁下看法，只是助长公司职员的私自贸易利益。应该是，这意思是应该是讲迄寡要允准公司主管去坐公司的船去印度沿海胡可证啦吼。因为讲即种胡可证只是方便因家己走私尔吼，无啥物路用吼。因此对打以后吼，船只对此地航往遐吼，对此地航往遐这是倒位到倒位啊？伊都必须要配搭一个簿记员吼 ，bookkeeper 啦吼，借伊纠正迄寡卑鄙的作为。此地的稽查官 Adrian Vandenberg 被发觉讲，伊伫咧日本主持任务的时阵，真离谱来干犯着即个不应该做的即个走私吼，私自贸易啦，吼伊写私自贸易啦，但是就是走私啦，吼，咱讲走私，地主家己吼，无法度搁继续担任稽查官即个职务吼。因此，收到即张批以后，就要免除伊的职务，并且命令伊停止工作，以便送转去巴达比亚。对官员郭姓爷的一只篷船顶被阮航往广州的船扣留的迄罐货物，已经外加700担精送的护照，对巴达比亚用一只伊的篷船送去厦门献互即个郭姓爷咯。就是除了甲迄寡伫咧航往广州的船顶扣留迄寡货物吼送转以外，阁加送伊700担的护照啦吼。我方的舰舰伫咧印度沿海拍了非常水的胜战，胜是胜利的胜吼，胜利所胜战对啊。先是伫咧新日剧拍败了2只英国的船，甲其中的一只击沉去吼。后来阁有
11只5方的船吼，甲其中一只拍沉去啦吼。后来有11只5方的船伫个卡布德拉马附近拄着5只葡萄牙的即个加尔子船，并且被攻击吼，所以发生激烈的战斗。最后，迄寡葡萄牙人逃亡入江，并且甲因迄寡贵重的船拢放散吼。即寡船有4只被5方甲烧火沉没吼，另外一只是得到招招破裂。此外，5方的人还佫伫个 Darceron 附近甲40只葡萄牙的 frigate 船全部拍歹，因此迄2个国家的人拢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咯。英国人伫遐的规条沿海，就敢若只剩2只快艇。这2只快艇是因为美入去苏拉特河啦吼，才得幸免遇难吼，才得伊讲无互拍啦。毋过5方还佫有希望，找机会要来甲收拾起来，真正是。尊贵的公司若有更较好的人员，将会互葡萄牙人遭受极大的损失。以上是印尼总统阁下用一张批来训示通知阮的主要内容，详情请参阅该批。今仔日因为读这张批都较长了吼。7月30日拜五早起好天，天光的时阵大蒙。并且有落雨，以后又搁好天，有清爽的凉风对西北方吹来。上午，即个城堡法务议会开会，迄只领工船出港，并且去到迄只快艇塔佐岸河边仔。坐该快艇来的上述的即schedule 和下设上务员 Verberge 2人拢伫今仔日下晡。含因的某含即个苏永林吼，坐即只领工船平安来即个来遮起山。迄只加入船 Swartwas 号今仔日无用日落号。拄则讲到即个叫做啥？下设上务员 Verberge 吼，都有小解看者吼。Cornelis Verberge 是 Delfshaven 的人，1650年以助理做 Delft 号潜龙 Formosa，1652年升任下设上务员，1654年以政务员潜龙小人，1657年升任政务员。毋是已经做政务员了。好，我哋即摆是下设上务员吼。54年就派调去即个小人吼。8月初一，去个读书吼。8月初是拜六好天。上午，即个城堡庄严的法务议会判决处地税务处2个炮手，因为几若摆纵容落甲肉走私，纵容就纵容啦，我直接控制白啦吼。就是纵贯线的纵吼，所以纵容落甲肉走私，即个税务处吼，税务处的炮手吼，税务处有炮手呢。好啦，问题就是伊纵容落甲肉走私，所以处罚因3摆对停船的所在来甲因洒落水，甲因车落水吼，啥物意思啊？这也算处罚咯。并且其中一个爱收连啊1年，另外一个收连啊3个月，这毋知叫做处罚。对停船的所在，甲车落去水的，因停船的所在应该袂讲介悬，就是讲迄船应该毋是讲介悬才对啊，真正车了嘛无啥物危险才对。
因有一种时形的，我记得我敢若捌看过，就是种因海上吼有一种时形的处形的方式，就是甲你绑起来，吼，骹手绑起来，啊，目睭乌起来，啊，叫你行迄个，迄个架绑为剩一支长长的迄个绑仔出去，叫你行啊，行到摔落安尼就对了。啊，当然因为你绑起来，所以无多伤水嘛，就淹死安尼。因是毋是安尼处罚都毋知啦，当然因毋是死刑啦，吼，咱就知。就算安尼嘛是，随甲扶起来3摆嘛，吼，所以应该淹3摆，这毋知叫做处罚吼。好，阮对盲港、牛港甲即个打狗收到书面报告吼。即个盲港、牛港吼，佫会记哩袂？伫倒位佫会记哩袂？来吼，来，咱佫来看一下吼。盲，复习一下啦吼。我惊像盲港我都袂记啊，但是盲港即摆敢若佫是嘛是佫叫盲港的款吼。我为什么这卡比的功能又佫失效去？哦，寻着。打起哩，哎呀！好，盲港，网吼，网，所以网汉字有个写即个网啊，迄个网吼，盲港吼，所以。网络爱读网络吼，莫读网啊，迄个网吼，网啊，迄个网变掉变网港吼。好，是台湾古地名吼，是翰林。我即马咧读维基百科啦吼，是翰林伫台湾上早发展的港口聚落之一。网港是古早网港内海出海口的浦岛沙洲，位置就是伫个。嘉义县布袋镇河美里吼，河美里是读河美里对无？我毋知吼，我记得田雄兄捌分享过啦吼。含台南北门一带吼，我人遮看，对嘉义县一直到台南北门哦。但是网港应该是布袋港啦吼。好，过来是牛港吼，窑港。我记是读桥啦吼，我若无记毋对吼。牛港，荷兰语写酒港吼，是台湾西南部沿海一个四湖是安怎讲？来，四湖。即住海边仔会较知影即种词要安怎讲。我找一下，找台语对应中文，叫做内海哦，所以就是内海。台华线顶书店讲内海哈。TJ 中台理书店，内海。另外，我查一下即个四吼，华文，读做四啦吼。我查一下甘字典，读做色吼色。所以是色湖吼，你若要直接公主杯就是色湖。色什么意思呢？色是咸地吼，就是迄个土足咸的啦吼，咸地，或者是咸土热水的所在吼，咸土在啦吼，热水是啥物意思？无解清楚。
来查一下什么叫药水。无，但你大书店无收。药水1973 Embryo 写 Go Against the Tide 哦，逆水行舟迄个逆水哦。但是这写敢是这个意思应该，哎呀，我读到先走伤去。哦，甘梨店吼，药水咸土药水的所在，这叫做石吼。好，过来刷来，咱要转去倒位呢？哦，牛港啦吼，讲是台湾西南部沿海一个古石湖吼，古早的内海，随着牛港内海渐渐淤积，淤是要安怎读？淤积哦，来查一下淤是污啦吼，或者是雾吼。污就是水中重土、沙云、垃圾、土霉吼，拢是污吼。或者是雾、落谷霉吼，水中土霉的草叫做雾。雾吼，对，吼，我著读污啦吼，污迹。随着牛港内海渐渐淤积，现今的兴达港港区吼，兴达港吼，就是即卖高雄县兴达港，遮叫做牛港吼。迄遐已经足活台南市啦吼，即卖讲拢叫做台南市，应该足活台南市啊吼。兴达港。报德港、兴达港。即马遮有啥物？哦，对，兴达港遮。我记敢若兴达港遮有迄个发电厂啊，哦，有啦，有兴达发电厂看着，地图顶也有看着吼。我敢若毋捌去过兴达港。奇怪，我即遮足侪时间我拢去过，可倒个兴达港毋捌。好，来牛港吼，咱转来日志遮讲，阮对艋港吼、报道牛港、兴达港和打狗三个所在收到书面报告，讲阮伫迄边的状况良好，驻军健康，俄罗上帝。有一只庞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8打补，载有1950斤咸鱼、1800斤福尔摩沙的藤、300斤的糖水，也有17只庞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坐34个打补，载有239担盐、243捆粗纸、1720包薰草、210斤油、544个铁花、8袋红米、17包日本的薰草，甲15锭黄金。8月初二礼拜日，即摆礼拜日拢较无去，拢较倒啊吼。礼拜日早起落雨，天光了后就好天。迄两只小船拢要出港去大船遐要落雨，但是因为风力不足，拢无法度出港。今仔日敬拜上帝日子，今仔日决议要命令快艇他左岸号，若有机会，就要入来入港。也要派一只庞船去片湖探听大船弗雷迪号是毋是已经到遐。又搁因为此地的稽查官 Adrian Van der Berg 已经向巴达维亚总督阁下命令停职处分，所以也无其他人员对巴达维亚派来接任，而且无其他人员对巴达维亚派来接任即个职务，所以决定讲伫即个期间要派即个地区的秘书暂时来兼任该职务，就是稽查官啊吼。稽查就是稽查吼。
念惯势，结果拢无归属。起早吼，就是稽查。兼任派秘书兼任该职务，一直到有人对巴拿比亚派来接任即个工作吼。8月初3，礼拜一。今仔日是落雨的天气，即个港岛大涌吼，港岛内底大涌吼。虽然如此，迄2只小船拢出港去到大船遐，阮看到远远有几若摆的即个信啊，对北方有2风车来。8月吼，即8月吼，沿岸迄只领港船载货，转来入港，但是因为涌来小可受到损害。暗时落大雨，信啊又搁弹雷。8月初4，礼拜2。天气袂歹，但是即个港岛游玩是涌诚大，因此迄只已经对快艇塔吉湾号庄号的加入船斯瓦特瓦斯号无法度来入港。日头起来的时阵，阮看日头升起来的时阵，阮看见南边停船的所在又搁新来一只大船，就明明迄只领港船落雨了后，要甲载即个领港员去迄只大船遐。下晡，迄只加入船载着货对即个波浪当中入港，但是嘛受到损害。下晡落雨透西风，迄只领港船准备好要去迄只拄则到迄只大船遐，但是被迫只好留踮伊港内，因为即个港道用遮尔大情况之下，无船只会当出港。因此，阮只好听候对迄只大船送来消息。暗时又搁开始落雨，而且感觉有小可低重。8月初5，拜三早起，雾过天晴啦吼，雾过天晴，但是港岛里的涌游玩是遮尔大，就算拼命用舢板，或者是领港船，或者是任何的船只，拢还是无法度出港。此外，今仔日是好天，要暗嘛完全无风，暗时又搁感觉到地动相当的强烈，而且真久。8月初6，拜四，非常好的天气，微风对西方吹来。早起7点钟，领港员 Sick Peters 搁再坐舢板去迄个港岛，看是毋是会当出港去迄只新到位的迄只大船遐。但是经过长久苦斗无效了后，约落伫歹势。经过长久苦斗无效了后，约落伫10点钟又搁转来遮。因为即个港岛内底的即个附近的即个涌太大太强了吼。下晡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开会讨论规个案件，并且有裁决。暗时又搁落雨咯。8月初7，拜五。迄2只小船最近伫即个港岛里被涌冲击造成的损害，即几工已经甲伊确实修复。上午甲下午，即个城堡法务议会搁再次讨论商务员 Simon Kierdegold 的即个案件，并且甲伊裁决。上午非常恬静无风，下午对西方透起凉风。不过，伫即个港岛，因为涌伤大，船只游玩无法度出港。下午，快艇塔吉湾号鸣炮一响，并且小可往南边航去。我毋知是啥物原因吼。伊有讲可能是因为需要水，需要啉的水啦吼。夜间又搁开始落雨，而且阮又搁感受到地动。8月8号，拜六，规工落大雨。有侧风对东方吹来，
就是侧风，就是拍对船边的风啦吼。而港岛游园即个影诚大吼，船只还袂当出港，除非有人感冒死难吼，除非毋惊死就对啦吼。虽望阮是遮尔啊渴望想要收到对巴达维亚来的批信甲消息，也只好来耐心听候。含阮真想要派船出港相相，阮连咧想讲，互快艇他就然后早几日来入港，较早来入港。8月9号礼拜日，这个礼拜日记遮长，来咱来看卖发生啥物代志。看一下时间。8月9号礼拜日早起约了5点的时阵，对南方甲东南方透起，互人会惊的即个暴风，互人惊吓的暴风，并且呢，就雨有时啊平息落来吼。这应该是风台啊啦吼，但是又搁重复透几若摆，天光了后，犹搁继续无停，对西南方以极其强大的风力口来吼，迄个透即个极大即个风，真侪时阵犹搁同时共搁咧兼咧落雨吼。出日了后，阮看到港外迄只停船的所在，只敢若剩2只船停伫遐吼。迄个第3只船，阮咧摇是Wait南号，已经看袂到啊吼。无得较该船伫个暗时啊吼，适时看到暴风头啦吼。无听伊伫暗时啊，遵照已经互因的命令航往偏湖去哦，或者是航往倒位去吼，阮嘛毋知。原上伫保庇即只船含还阁停伫遐，还阁停伫遮尔危险的即个停船泊船处啦吼，停船的所在迄2只船吼。也保庇派去布拉达岛、东沙岛吼，布拉达岛的迄2只船吼，以及对巴达维亚派来遮的船只吼。约了伫个上午9点的时阵，长官命令人伫即个城堡的顶站鸣炮一响，发出信号，命令迄2只船也会当出航去偏湖来避风啦、闪风啦吼。如果因认为讲应该安尼来选择吼。因为迄只快艇塔佐岸号已经起艇用篷，但是看起来该船去袂到迄北边的即个礁石区吼，因为迄个强烈的西南风以及翻沉的即个海涌吼，颠倒是被杀取对港岛来，哎呀，前方危险啊！吼，迄寡守望的人拢已经要收篷咯。迄时被飘去即个北平礁石区的即个角端吼，算吊伫遐袂当紧动吼。起升呢无偌济危险，因为有避过大部分海涌的即个拍击吼。长官阁下随派水手长 Ruth Winker 号和领港员 Sic Peters 带领几只舢板去遐吼，以便需要时阵，若有可能去搭救迄寡要活着的可怜人吼。这是咧讲啥物啊？我来看无。就是调伫迄个北平礁石区角端迄边迄只船啦吼。除此以外，对因也是真正是爱莫能助的咯，真正是。爱莫能助要安怎翻译？无法度斗相共啦吼，就是讲，原来无报啊啦吼，除了安尼无报啊吼。但是即寡人呢，因为迄个强大的波涌吼，因为迄个涌咧着吼，无法度出港，只好转来。伊是写波浪颠簸啦吼，颠簸台语是啊。我知影讲车会着吼，
但是用着，当然是指准会着啦吼。颠簸来，我用规则来测大力大数点。无呢，竟然无。好，无我就只好出台语。颠簸。敢若 Embry 甲 Marino 有修吼，颠簸就是调吼。我拄则读调，即调我虽然是读做调啦吼，伊是调吼 ，TIO。好，来，我来查大力大数点。TIO 第五声，因为 Embry 修第五声嘛，调是第一个规则是跳跃，例句是恰调吼，恰调就是啥？就是踮直跳吼，恰调。调骹站队，调骹站队什么意思？捶胸顿足啦吼，就是顿足吼，叫做调骹站队吼。第二个意思调，第二个意思是调惊吼，心肝规个调起来，这是调。但是看起来都无颠簸意思啦。我看第七声，阮细汉我自细汉读的即个第七声吼，都有啊吼。第七声第一个调就是一下震动的震撼力吼，大力大数点用汉字用迄个混用字吼。规则地讲主要是指上下震动吼，这个叫调吼。例句譬如讲。加吉调，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加吉调。第二个例句是心肝头噗噗，加吉调吼，心肝头噗噗调吼，上下震动吼。第三个例句是调起来，或者是车真调，我拄则讲车真调吼，就是讲这颠簸，你若讲车路真调，就是车真调啦吼。调，阁有渲染的意思吼，宣扬。画调，下调，下调，毋捌听过。好，来，转来第二只讲，即寡人，但是即寡人因为迄个强大的迄个应真调吼，无法度出角，只好转来，丧失了一个死仔人，伊落入去水里淹死，不过。即个水手长甲领工员约了伫咧中昼转来遮报告的时阵，讲看起来上水迄只快艇并无被强大的海涌拍，无互海涌拍，因此暂时袂有丧失人命或者是货物的即个危险吼。即个报告并无带互阮偌济安慰，因为即件事显然是上帝用。无轻的悲哀甲伤痛咧显示伊的威严，现在无任何的方法会当去帮助因，风遮尔强烈来对西南方透来，用遮尔啊大吼，任由领港船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船只拢无法度出港。虽然如此，长官阁下也命令，伫咧即寡小船内底爱装好鼎甲锁啊，以便。若是上帝允准，就会当用来尽力去援助迄只快艇。同时，阮也希望，因为今仔日早起海水淹足悬吼，淹过码头，一直淹到前来即个四角城堡的城墙的半途吼。海水若阁继续涨起来吼。阁淹起来吼，淹过迄个沙洲，水就要灌入即个四角城堡。
万能的上帝，刀锋保庇帮赞。日头要落去的时阵，犹个悠远，阁是犹阁是狂风暴雨的天气。阮这啥物意思？日头狂风暴雨的天气，哪阁有日头？阮听着讲，就是要暗啊啦吼。Excuse me。阮听着对犹阁停伫南平停船所在迄只大船发出一响大炮的声音。偌久了后，伊阁发炮一响，顶岸阁下对即个非常的摇疑吼，疑惧啦吼，有摇疑有惊吓吼，因为朦胧阴暗吼，因为遮尔暗吼，所以阮看袂到遮尔远去吼。担心讲该船是毋是也已经脱定漂流咯吼？伫咧即个天气恶劣的暗时吼，该船一定无法度过迄个礁石区，一定会踮遐咧坐对伫遐啦吼。因此呢，紧急调集福尔摩沙议会的议员，归一Skidel、Damans、Van Alphen 和 Pedal 来即个长岸国下遐吼，来商讨要对遮应该按如何做，才会当对该船上帮赞。伫咧迄个中间，报信的人一个接一个对顶站城堡落来报告讲，该船愈来愈靠岸过来咯。迄时，阮又阁听到大炮一响，听起来是对即个附近发炮。那犹如即个报信的人所讲的安尼，因此长官阁下就率领迄寡议员登上顶站城堡要去看，无定会当对该船发射大炮，或者是其他的火来看清楚该船。到遐经过真侪怀疑甲丢除了后，总算看到并且听到对该船发射一响大炮，对所发炮的所在看起来，该船也停伫原来的所在，无落上地，但是看起来相当的局促不安。这个局促不安局促。来，找台语，查一下对应局促不安。局促，敢若 TJ 中台理事典有收。好，来，咱来看一个局促干米店的规则甲音局，读做局吼，就是即个偏旁啦吼，偏旁即个局字吼，局警察局迄个局啦吼，啊局处是搁加一个卡字，足字边吼。即个局呢是卡袂寸直，卡袂寸直吼，卡袂寸直吼，所以局嘛吼。腰嘛是叫做局，屈曲嘛是局啊，稳固就是局啊，逼促啊，逼促的破处。处是迄个处，局促的处啦吼，迫是逼迫啦吼，逼促吼。局，所以是局促不安咯。孔子碑就是安尼读啦吼。讲好，等下一写讲对发炮的所在看，讲该船要停伫原来的所在，俄罗上地，但是看起来相当局促不安。
根据阮所会当想象的吼，可能伫咧拯救项王平湖的渔客，就是发炮应该是要求讲会当使去平湖避风吼。因为现在风已经无进前遮尔强烈，较温和来对南方继续吹来，会当出航。因此，经过详细讨论了后，最后以简短的方式表决，要随对即个顶站城堡发出信号，通知该船会当航往平湖。如果该船认为迄是可能而且可取的办法，吼，伊就会当去。因为该船留伫即个停船的所在呢。若是讲佮对西南风透强风，一定会脱落伊的定吼，也过袂，也无法度过北边的迄个礁石区吼，一定会踮遐坐底吼。三队呢，如果该船现在利用即个机会启程航往平湖，要即个即个顺流啦吼，顺流的海水会当利用。阮认为讲该船会当真紧上北航越迄个礁石区，所以呢，因为即寡理由，所以就伫咧旗杆顶挂一拍明亮的灯火，正光的灯火啦吼，并且随用三门大炮，真看先后发炮3响。并且规暗挂迄拍灯火做信号，搁再来的情形之好，只敢会当交托上帝哦。因为现在阮会当做的代志拢已经做了。长官阁下含迄寡议员拢转去小可休困。临要出发的时阵，长官阁下犹阁叮咛队长讲，伊家己。中尉 Gitner 和蒋奇官 Van Dalen 3人因暗爱轮班昼夜吼。如果发现该船发生状况，或者是有危险，就必须来通知伊阁下。即个酒吼，酒挂即个酒，我来查一个汉字。酒，另外，咱先看第二大词典酒，嘛会使读酒啦吼，所以两音拢会使啦吼。因为我惯势读酒吼，我就拢读酒。酒馆吼，酒空房吼，酒间吼，这拢是酒。酒门、酒暝吼，好。守呢是啥物？守纪安分、守规矩，吼，这是守。过来，啥物读对守来呢？我袂记啊。因为因暗爱轮班昼夜吼，就是因个队长啦，甲中尉。甲即个蒋奇官3人轮班吼，如果发现该船有发生状况，或者有危险，就随爱来通知长官阁下。今仔日长官阁下也派2个人对台湾徛马去清水溪查看，看是毋是有今仔日早起就已经对即个停船的所在消息的迄只船的气球有飘去遐无吼？清水溪啦吼。无定该船已经不幸失事吼，愿上帝保庇袂发生即种代志。虽然讲对各方面看起来，阮袂当相信会发生遮尔害的代志。即2个人
转来报告了后，讲伫咧迄角头，伫咧迄一角位啊啦吼，即敢若看到一支长长的叉，叉顶头有树刺，还佫有留树皮，也有几支啊树枝。伫咧一支叉顶头写几个新仔字，汉字就对啦吼。即个香港引起来真无平常的即个大水吼，泛滥了对台湾一直到迄个清水溪的即个沙质的地带。到暗时，风比日时搁较平静真侪，但是根据阮所会当想象，外面海上波影还阁真大。午夜迄只停伫咧停船厝的船发炮一响，无的确伫咧用来通知状况变歹去吼。但是阮实在是无法度通斗相共，因为是伫咧暗时啊。夜间啦吼，时间会当烦恼度过即暗。哦，即个礼拜日记遮长啦。即嘛是10点30分啊。好，安尼咱就读到礼拜8月初9哦，8月10号嘛是落长，咱后一礼拜再来读啊吼。即礼拜应该会使来读出死线。来，我看有啥物笔记无？田雄兄上款阁分享咱吼网港、家己报道、好美丽吼。田雄兄分享吼，讲即个你的名是安怎吼？由来甲缘结吼。本里较早期称作网港，是经由荷兰人的瓦港来的。而伫咧即个地形讲内底的时阵，佫是按照即个闽南语读音的网港吼，将网改做即个 mosquito 迄个网呢，变做网港。到因为即个变调了后是拄啊好嘛，相反就是第2声吼，变做第5。阮的变调是变第5声吼。到大清，因为北江溪算改水道改嘛吼，地势变迁来，互原本相当繁荣的网港煞因为安尼来衰微去，地位由报道港所取代。所以网港是指好美丽吼，毋是报道港，我讲毋对吼。报道港是后来才。因为即个北江溪改道才开始兴起来吼，所以网港佫变成做即个好无聊吼。然后伫咧即个4、5年了后吼，因为好无聊意思就是虎头鸟鼠尾嘛，所以名称无好吼，所以根据伊的音佫再改名叫做好美，变成虎尾寮嘛吼。好美寮变做好美丽吼，好美寮就对啦吼。好，安尼好美都又好又美吼。田晓分享全台湾独一无二3D 立体彩绘渔村吼，家己市报道好美，你家己去看吼。酒迷好，酒迷好，酒字吼。即马遮侪人已经袂晓安尼读啊吼，所以你若读伫咧唱歌诶时阵吼，即个有时爱读酒吼，但是遮侪人袂晓吼。佫有啥物呢？我一时想袂起，我本来想着一字，结果嘛袂记。好，反正就是酒啦吼。好，安尼到遮吼，我来关房，感谢各位有新朋友啦，欢迎恁啦吼。咱阁会当读差不多，咱后手阁遮尔侪读，我无定咱读到年底才读得了吼。好 ，OK， 感谢各位，我来关房。